大家好，我是谢雷，我是镜子。今天去外婆家吃年夜饭，虽然还没到过年，但是上次买了好几箱，家里有点放不下了，先吃一箱。爸爸，来这，你刚刚起来了？哦，9点钟起哦，再晚上吃了？吃噻，还听见？今朝你吃年饭哈？那个是哪只棒子个叫？那个子宫新娘。现在拿出来啥个菜啊？黑子叶牛仔骨、红花仁。花仁酱啊。那只黑个是啥么子？这做菜不晓得。哎，啥么子嘛都去晒出来这些的。哎。现在拿3碗就晒。3味3口味。好吧。啊。今朝食堂，马上来3本多吃熟了。啊，蓝色啊。对个，蓝色。啊，蓝个叫。蓝色现在世界有子3人屋里侪是拿3个，蓝色去新不好点。这个还是个？是个。我们蓝色上上去困了了。困啥用不着了？再喊喊你起来吃。哎呦，来到娘的晒啊！我先来切那个姜啊，看看我个蛋法。哎呦，那么得了，打，这蛋法实在太办不过。汤里，老婆舅舅啊，第一只菜汉子啊，第二只冷粉，熏。好吧，那汤菜子吧。没还。你看嘛，这是我吃鱼人的。你看看我两包菜的呢哈。没还的，两包脱脱的香。这个牛仔骨水煮。再有一只菜子。开饭在。老婆，房间里还出来吃中饭咋？没还，我先吃点花仁啊。我们来看一个花仁的量还是蛮足的。要2块3点。那是一个，它别分。Later， 下午陪镜子去做胎儿检查。我们从团里出来之后就是灵活就业，只能交养老和医保，是没有生育险的，所以镜子这个产检、生孩子等等都是只能自费。我真的觉得灵活就业比较吃亏，就对我们这些灵活就业的人员，几个险都交不了，也享受不到。而且退休的话，好像女的要到55岁退休，但是有单位给你交养老社保的，好像50岁就可以退休了。我个人的感觉，对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各方面的待遇还是有待提高的。